日大家都講環保，平衡持續發展、經濟效益同環保3方面嘅需求，一直都係香港國際機場奉行嘅營運原則。環境保護係三跑道系統計劃嘅其中一個重要考慮。喺環境影響評估嘅部分，我哋對12個主要範疇進行咗詳細嘅研究，從中建議咗超過250項措施，以避免、減少同緩解對環境可能產生嘅影響。環評工作係由本地同國際專家團隊經歷2年幾嘅研究，並且經過多方面嘅探討，回應市民對環保嘅訴求。未來興建三跑，我哋會採用免挖式嘅技術填海，雖然開支會增加，但係就好環保，能夠盡量減少污染。其實機場喺日常嘅營運已經採取咗好多環保嘅元素，好似規定所有嘅飛機喺停機位要熄咗個引擎，改由地面供電，逐步將機場禁區裏邊所有嘅房車改以電動車行駛，進一步減少碳排放。機場三跑道系統一項咁龐大嘅工程，我哋着重嘅唔單止係佢為香港帶嚟嘅競爭力，更加着重經濟同保育並存發展。相信呢一個係社會各界所支持同埋期待㗎。